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会知影伫 Melwoods 爬完山了后，腹肚枵甲要死，赶紧开车来食饭。即摆食的是即间伫沙沙里头的 Fish。来食饭。这是我第3摆来啊，逐摆来拢足侪人的。伊遮点完菜了后，会当选择买坐内底，也是外口。阮选择内底，因为阮无介意晒日头、晒海风，而且外口阁有真侪卡某妹伫遐飞来飞去，享受你的食物，这伤过恐怖啊！阮坐内底就好啊。即摆阮咧排队的时阵，有一对排伫阮后壁足热情的翁仔某，推荐阮一定爱点一碗红 cream chowder。啉了，我敢若会当讲，这甲你所想的 cream chowder 完全无共。若要讲，伊就是较高、较咸淡薄啊的罗宋汤啦。伊的这煎鱼条真正好食，阮逐摆来拢会点。这个蒜头蛤仔面嘛真好食，蒜头味有够，面阁是这种粗的，真 Q， 而且蛤仔小济，真正赞啦。另外，阮阁有点一份夏威夷的迄种沙西米饭，这嘛袂歹食，真入口。最后，这个 hot dog 嘛是迄对翁仔某推荐的。食了，我干那一个字咸。毋过，这食重咸的人应该是会介意啦。饭食饱来扫扫里头倒头才行行的。迄边就是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啊。最后，带大家来2个旅行社袂带你去的秘密景点来看金门大桥。大家来旧金山，若是想要翕大搁水的金门大桥，就当来遮。嘿嘿，即摆金宝总算是看到金门大桥啊！即摆要来看另外一个角度的金门大桥。你看这金门大桥为这条树仔安尼甲翕过去，嘛袂歹看哦。这若是大家有闲，真正会当来，这拢无啥物人，你看，根本就无人。头拄仔遐人有够济。好，今日的旅行就到这，我是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